你好，歡迎你入住夢之旅店。我係呢一度嘅店主，一個會記得夢、見過靈體，亦接觸過好多你哋口中嗰啲唔吉利、唔好講出口啦嘅人同經歷。我會記錄落嚟嘅嘢，絕對唔係普通嘅故事，有啲係夢入邊發生嘅靈異經歷，有啲係現實中所遇見嘅事情，有啲你會聽完之後心入邊諗，點解好似似曾相識咁嘅？我係唔係都經歷過呢？呢個頻道將會收錄我夢境入邊發生過嘅清晰靈異場景，真實嘅靈異經歷，同埋如果你願意投稿你自己嘅故事，當然啦，你都可以當故仔咁聽，但係我想同你講清楚，如果你本身對呢一類型嘅內容身體非常敏感，咁請你喺離開旅店之前，記得要自己手動斷開連結。而如果你都有過一種我都好似夢見過嘅感覺，又或者你心入邊藏住一個一直都唔敢講出去嘅經歷，你都可以投稿俾我。夢之旅店再一次歡迎你嘅入住，祝你好運。想收到下一張房卡，打開下一個故事，記得訂閱夢之旅店。我哋下次再見。